看社会消息来关心，诈骗集团是在竹创秋，警察伫咧共一个超商10分钟内小连续挡2件诈骗的案件，发生伫咧初九暗，台中东区一个姓刘的查甫，互网友甲伊恐吓，着急要赶紧去超商买铁头米的点数，互顺利警察发觉了后，赶紧甲伊挡掉咧。同一个时间，店员搁再通报讲，搁有另外一个乌子桑嘛互伊骗，警察赶紧冲入来内底，甲伊挡起来。聊交友软体，然后就莫名其妙走上来。穿白衫的查甫人表情真紧张，入去超商想要买点数，顺利警察看到，随甲伊阻挡。然后跟我确认说，旁边有没有人？警察身份。他唬烂你啊！唬烂我。原来25岁姓刘的查甫人算交朋友的软体实在查某囡仔，无细力甲身份证翕互对方看，结果互诈骗集团威胁，叫伊买点数翕相拍互因，若无就要去因兜互伊好看。警察才听到一半，这个时阵。哪里？先生，先卖讲电话无？伊叫你买点数的吗？无人教我买点数尔。超商的店员走出来，叫警察斗相共，因为徛伫外口的这个查甫人嘛着急要买点数。伊是毋是开始甲你讲咱来开讲啦？我是晒朋友，查囡仔对无？这凡是甲你开讲，阮查甫的啦。警察直接甲伊讲，甲伊开讲的拢是查甫的，叫查甫人莫去插伊。开始咧抢啊！拍一罐影片互你，莫插伊。通常在超商汇点数，他不会要求你一次汇太多次，会叫你这边大概买了5、6千块以后，叫你在别家再去买个5、6千，所以用这样连续的方式来做一个诈骗的手法。台中的警方初九暗时去东区一间超商巡逻，先阻挡一个25岁少年人买点数，刷落一个中年的查甫人嘛哄骗。警察伫咧共一间超商10分钟内小连续甲2件诈骗的案件挡落来。伫要过年啊，诈骗集团愈来愈猖手，民众交朋友着爱细腻避免哄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